早晨，歡迎收睇今日2025年5月8日嘅香港每日熱搜榜，即刻同你介紹過去24小時香港人熱搜時事話題。本節目由以下商戶精神上支持。香港每日熱搜榜第6位，在昨日的 NBA 季後賽，波士頓塞爾提克一度領先紐約尼克20分，卻係最後被逆轉，最終以91-90落敗。尼克因此取得系列賽2-0領先。第5位，金賽綸的遺屬近日公開了疑似金賽綸生前嘅錄音，指控金秀賢在他未成年時期進行性虐待，並以違反兒童福利法對其提起訴訟。金秀賢嘅公司則反擊，並指控家屬嘅證據係偽造嘅。第4位，在昨日的 Met Gala 上，韓國女團 Blackpink 的 Jennie Rose 和 Lisa 首次聯袂出席，吸引眾多目光。Lisa 穿着 Louis Vuitton 的黑色透視裝，卻因內褲上繡有美國民權運動代表帕克斯的肖像而遭到批評，認為這樣做不尊重黑人歷史，與活動主題背道而馳。第3位，印巴衝突一再升溫。5月7日，印度發動對巴基斯坦的導彈攻擊，作為對克什米爾26名遊客遭襲嘅回應。巴基斯坦表示，這次攻擊造成至少26名平民死亡，46人受傷。第2位，香港人真係鍾意球類運動。巴黎聖日耳門對阿仙奴，聖日耳門3-1淘汰阿仙奴成功晉級決賽對上國際米蘭，大家都好期待。第1位，今日熱搜第1位就係老字號海皇粥店，成立於1992年，曾經有超過30間分店，突然宣布全線結業，所有僱員合約即日終止，未來會以債權人自願清盤方式進行。海皇粥店的結業，為這個33年的品牌畫上句號。以上就係今日香港熱搜榜，多謝各位收睇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下次再見。